哇！條路入邊係咪踎住隻嘢啊？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Stephen，歡迎收睇《靈視偵緝檔案》。今日嚟到大家講咗好多次嘅瘦狗嶺。瘦狗嶺坐落喺天河區，係白雲山嘅一條山脈。而關於呢個名點嚟，亦都有兩個傳說。話說宋朝嗰陣，有一隻老虎喺度追緊一隻狗，咁啱俾一個慈悲為懷嘅和尚見到。個和尚大喝一聲，隻老虎嚇到即刻變咗嚿石頭，變成咗後尾嘅虎頭岩。而嗰隻狗亦都嚇到變成山嶺，因為從西北方向望過去，個形狀好似一隻趴喺度嘅瘦狗，所以就叫做瘦狗嶺。而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，相傳明清期間，朝廷覺得瘦狗嶺有龍氣積聚，驚住會出真命天子威脅江山，於是每年霜降前後，官府都會派兵喺度開炮轟山，目的就係要打散龍氣。呢個做法持續咗200幾年，一直傳到民國，導致後來都有句歇後語叫做瘦狗嶺唔打唔得。而呢度亦都係我哋一位航空之父嘅葬身之地。喺1912年8月25號，中國第一位飛機設計師馮如喺瘦狗嶺做緊飛行表演，點知飛機突然失控墜落地面，馮如傷重不治。呢件事亦都令到瘦狗嶺多咗一層悲壯嘅色彩。後尾亦都有坊間傳聞話，當日飛機係撞到污糟嘢先至出事。而喺抗日戰爭期間，日軍佔領廣州，將瘦狗嶺變成秘密打靶場，大批嘅俘虜同埋無辜百姓俾人拉上山處決，屍體就咁隨地掩埋，甚至露天堆放。戰後附近居民上山見到白骨遍地，鬼影重重。從嗰時開始，瘦狗嶺就同猛鬼兩個字分唔開。而呢度亦都有個著名嘅案件，就係話90年代殺人魔李文香喺瘦狗嶺、金元江一帶多次作案，從1992年到96年，先後殺死13人，傷4人，死者多數係失足女性。瘦狗嶺因為偏僻荒涼，成為佢拋屍嘅首選地。呢單案令到瘦狗嶺更加陰森恐怖。而呢度流傳得最廣嘅都市傳說，就係話抗戰勝利之後，有個後生女仔叫做林紅，佢老公俾日軍拉咗上山之後就冇再返嚟。林紅唔甘心，夜晚一個人摸上山揾屍骨，行到半山腰，突然聞到一陣濃烈嘅血腥味。月光底下，佢見到幾隻唔似人唔似獸嘅黑影踎喺度，大啖大啖咁咬嘢食。再睇真啲，個地下堆滿屍體，嗰幾隻嘢眼珠發綠光，嘴角滴住血，原來佢喺度食緊人肉。林紅即刻嚇到暈低咗。第二日有人喺山腳發現咗佢，佢已經癲咗，個口入邊淨係識得講食屍鬼食屍鬼。後來林紅都失蹤埋，有人話佢俾嗰幾隻怪物拉咗上山。而呢度附近亦都有好多學校，唔少老學員都話，每到深夜12點過後，宿舍走廊就會響起咚咚咚嘅敲門聲。開門出去，個走廊空蕩蕩，乜都冇。一閂門又敲。有膽大嘅學員裝咗攝像頭，結果第二日睇返回放，個畫面入邊只有一扇門自己喐，冇人冇影，但敲門聲清清楚楚。後來亦都話學校有請人做過法事，情況先至好啲。亦都有一個就係話，幾年前有一對情侶貪刺激，夜晚行咗去瘦狗嶺行山，行到半路，個男仔俾地下一條疑似骨頭嘅嘢棘親，個女仔扶佢嗰陣，突然間全身僵住。之後個女仔開始用一口流利嘅粵語喺度自言自語，但佢本身係北方人，根本唔識講白話，把聲仲變到好似老女人咁嘅腔調，不停咁喺度嗌：我好慘啊，你哋唔好踩我啊！個男仔嚇到魂飛魄散，即刻拖住個女朋友落山。落咗山之後，個女朋友又變返正常，但佢完全唔記得自己講過乜嘢。我發覺係咪我入口嘅位置唔啱呢？呢度就係一個山坡公園嚟嘅啫，但我睇地圖係好大一片嘅。但係呢，我又見到入邊全部都係牆，呢度有條小路，但係再望入去又係牆。咁究竟瘦狗嶺就係呢度啦，係嘛？唔知有冇朋友仔知道真正係點呢？反正可以講嘅都講晒啦，下次見。